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指胡 A 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市终于止步于9连阳，但是这个止步于9连阳更像是一场事故。为什么这么说？截至收盘，上证跌0.11，深圳指数涨0.23%，创业板涨0.27%，北证50涨1.97%。个股方面，2392家上涨，2741家下跌，主力净卖出218亿，比昨天多154亿。最主要的是，两市成交量只有9147亿，比上个交易日缩量848亿，创年内地量，马上就要到8000亿的关口了。这个市场缩量严重，应该是连续2个交易日成交量在1万亿以下。为什么说它更像是一个事故？首先今天虽然是沪指跌了0.11%，但是它是个阳线，因为它是低开，所以你要说它是9连阳也可以，实际上它是微跌。为什么说像是一个事故？实际上尾盘就像前8天一样，就像上8个阳线一样，准备尾盘呢，国家队开始干活了，手拿把掐的，主力准备把它拉一根真正的阳线，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的时候。结果就在最后1分钟，不知道有谁捣乱，把这个9阳神功给破了。最后收盘的那1分钟，有一笔大单的卖出，让主力措手不及，也属是刻意为之，不想搞个9阳神功，让特朗普以及他的小集团震撼。但是我说更像是事故，因为他最后1分钟有一笔138亿的卖单，好像是贵州茅台，不知道哪个主力或者哪个公募基金受不了了，跑了，一笔卖了这么多，既像是主力国家队刻意为之，又像是有个别的公募基金或者是私募基金或者是主力不听招呼，也像是因为主力有不同的派系、不同的资金，他们之间是不是没有协调好，发生分歧？大家自己可以看 K 线图，最后1分钟把上证指数给拉绿了。最近这个指数8连阳，加上今天假阳线，这9连阳，但是散户是苦不堪言，赚钱效应是没有的，连续8、9天都是赚了指数不赚钱，真正的是体现消费。为了维持红盘，特朗普为了粉碎特朗普的阴谋，特朗普妄图对我们的股市、对我们的资本市场施加影响。毕竟咱们的资本市场已经有10万亿美元了，能顶得上美国科技股3、4只股票的市值。特朗普很重视，按照胡一金老师说法，特朗普是专门跟咱们股市过不去，为了对抗特朗普，所以咱们明显这几天都是要收红盘，无惧无视什么基本面，无视什么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等等，总之我们都要收红盘了。所以把这个银行股都已经拉得冒烟了。银行股冒烟到什么程度？就是工行、农行、中行、建行股价再一次创历史新高。你现在才3200多点，这个国有大行已经创新高了，再这么拉下去恐怕要出事。这个沪市在这个地方横盘7、8天，现在又到了419，大家都知道，老股民都知道419好像是沪市的一个魔咒，那下周一恐怕就赶上419，也就是说你已经9连阳了，下周一叠加这个419这个因素，要么就是往上走，要么就是往下走，一定会面临着一个选择。这个地量说明什么？地量就说明现在只有国家队在干活，剩下的人都在围观，甚至有很多不怀好意的资金等着国家队拉。你国家队你不能把银行拉到底，你下一次得换一个拉证券，拉这个什么钢铁、煤炭，你拉到那些不怀好意的资金手上那些筹码的时候，他就趁机卖给你，人家要跑路。总之，这个市场没有明显的赚钱效应，资金已经撤离这个市场，还有一部分恐怕在观望。如果不是关税战和贸易战，如果不是为了对抗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恐怕沪市已经凉了。我们再看看这个沪市这个奇葩的公司前一阵子咱们经常聊到的东方集团，连续3年财务造假，这是一家见证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这么一家上市公司，它上市都已经30年了，居然以这种不光彩的方式结束自己的资本市场之旅。最近这个人大吴晓球教授呼吁不要让东方集团跑了，昨天咱们也放了那个视频，今天又来一个东方通，这跟东方有关。媒体报道叫东方通被立案，单日跌幅达15.5次。2025年4月17日，东方通股价报收8.1亿元，跌幅15.5%，交易总金额18亿元，振幅20%。值得关注的是，4月14日，东方通发布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暨风险提示公告。公告显示东方通于2025年4月1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公司涉嫌定期报告等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
通俗的说法就是做假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你看，又一家财务造假的。只要证监会愿意抓这个财务造假的公司啊，恐怕你都抓不完，每天都有财务造假。都是这样的货色，还指望着股市走牛走慢牛。现在没有成交量，有人说叫无量牛，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股市给人感觉玩不下去了，到了一个不得不改的地步。刚才说到这个吴小球，人大原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吴小球，他最近参加一个论坛，吴小球说，中国的资本市场要从融资市场到财富管理，资本市场功能重构深层逻辑。大家看一下视频。最近一个时期啊，全球的资本市场都处在动荡之中。动荡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川普总统的不确定性的政策，一会这样一会那样，而且对全球的市场带来了极大的动荡性的影响。中国资本市场也难免受到这样一个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所以在8个交易日之前，因为川普总统的高关税政策，也对我们的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应对这样一种动荡和不确定性，我们开始有经验了。所以这一次本来应该是波动很大，但是我们及时的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来稳定这个市场。所以这一次稳定市场的重点、策略、时机、规模都把握得比较好。中国的资本市场，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节点上。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很重要的有3个因素，我们要很好的处理。第一个就是上市公司的竞争力，这个是发展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基石和核心。因为投资者到这个市场来投资，他不是去买一个筹码，买一个入场券，他是来投资的。这个市场最核心的功能是财富管理功能，而不是融资功能。虽然在市场的早期发展中，融资的确成了人们非常关注的，但资本市场能够生生不息地发展起来，作为一种新金融业态，推动科技进步和高科技企业发展，推动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迭代和结构转型，这个一定是来自于它的财富管理功能。所以财富管理功能最重要的是来自于上市公司，因为你投资的这些资产一定是要有成长性，是要有相应的回报。这个回报我们称之为叫风险收益率，因为这个市场是一个风险市场。那么之所以能够存在下去，是因为它为投资者提供一种风险收益率，也就是说风险和收益是平衡的。如果这个市场没有一个风险收益率，那这个市场就会成为一个投机的市场。所以在过去，因为我们只认识到它有融资的功能，而不知道它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管理平台。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收入的提高，社会居民部门它的财富管理越来越多的都会走向资本市场，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所以这当然就要求上市公司它要有很好的成长性，有很好的预期，有很好的竞争力。如果说它是非常确定的，比如说它是一个夕阳产业，你跑来肯定是难以实现风险收益率。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提升上市公司的竞争力，改善上市公司的结构，对于这个市场功能的转型就变得特别的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上市公司的结构，提升上市公司的科技水平，要让科创性企业、高科技企业要慢慢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主导性的产业。所以我这里用了一个叫努力提高上市公司的竞争力，我没有用很多人所使用的叫上市公司质量，因为质量不知道它是指什么。如果没有盈利，是不是这个企业没有质量？如果有盈利，是不是这个企业就是高质量？但是竞争力它是站在未来来看的，所以它可能跟你的财务状况当前的财务状况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用上市公司竞争力呢，可能更加的准确。所以我们要在营商环境、法治和契约精神，也包括外部环境，要做努力的改善，这样才能够提升我们上市公司的竞争力，也包括尊重企业家精神。
这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光一个营商环境，我们路很漫长。我们的很多地方政府很想有所作为。最近大家看到河北的商河市很想有所作为，商河市也不那么大，是南边和北边风格还不一样，统一的只提你的门牌，你叫广告也好，门牌也好，统一颜色。我看到很多地方，统统把外面的市场化的东西统统要统一起来，这就是在破坏营商环境。本来市场企业都是很个性化的。你弄的统一的东西，这叫什么事啊？是吧？红十字居然改成了绿的，这都是荒谬的。你别光一个营商环境，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挑战。我们经常也会提，我们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我看到很多地方都这么讲，这个话本身从一般道理来说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细细考虑起来，就看你做什么样的理解。比如说有效的政府。这有效指什么？有为的政府，这个有为，这个为指什么？如果为是放在营商环境上、法治改善上、保护企业家精神上，这个为就很重要，非常正确的重点。如果这个为是向下场、向主导资源配置、向主导经济活动，我不认为这个为是正确的。我们经常会提一些这样一个名词，我也在想，什么叫有效的市场？当然，我们都希望市场有效，但是市场有时候就是无效。你不能指望它永远有效，那么它有时候无效，不能因为有时候的无效就否定这个市场的作用。我们有时候要把潜在的逻辑要把它理清楚。有些人以为市场的某个时候作用不大，或者说无效，就否定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基础作用。我认为这个理解就不正确。所以，包括有为的政府，当然是应该放在完善的法治、营商环境、维护公平的竞争。保护企业家精神，如果在这方面做，那就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们对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都要去，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你要认真思考它背后的逻辑，所以我想，这是说发展好中国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的竞争力非常重要。提高上市公司竞争力不是一个口号，它是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要相信中国的企业家。他有高度的市场化意识，他也有很强的国际视野，他会对自己的投资会自己负责，全面的负责。我们不要去担忧他们，你只要把环境改善了，把法治改善了，尊重他们就能做出理性的选择。有时候我经常想，也别有太多的窗口指导。我们有时候老觉得他们不行，我坐办公室的人比他们行，所以经常会有很多窗口指导。我也不太特别喜欢窗口指导，我们还是要注重市场的基础作用。这是一个资本市场发展的第二个要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资金流量。这边是供给，上市公司竞争力提升是市场的供给，它供给一系列的能够体现出风险收益率的资产。同时这方面还要有购买者，要有需求者，要有投资者，所以保持一个充分的资金流量很重要。我们过去都在限制很多资金进入到这个市场，那你怎么发展起来？时至今日，我们的改革任务非常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让那些大资金，包括商业保险资金、养老金等这些大资金、稳定的资金，要逐步的要进入这个市场，按比例进入这个市场。我们过去都由于种种原因对这个市场没有正确的理解，甚至把市场的风险妖魔化了。所以在规则设计上，它就会使得这些大资金没办法进入资本市场进行权益类的投资，没有办法，因为他认为这个市场的风险很大，所以你要买这个股票，它的对资本金的对冲就非常的大，极大的消耗你的资本。那当然，资本是很稀缺的，对金融机构来说，所以它就会规避这类投资，它就会拐弯投资。所以我们的保险公司光一个偿付能力，过去这个指标就把它约束住了，它没办法去，因为一投资它偿付能力大幅度下降。所以我经常说，我们修改这些限制性资金流入市场的这些规则，都是在落后的观念下、落后的体制下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则。我们基本上从法治开始、法律开始到退市，都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我后面会讲改革的任务，也包括考核，这些大资金的考核都是1年一考核。大家知道，要投资于权益类的市场、股票市场，1年一考核没法考核的，要把考核的周期要拉长。从1年变成3年，它才能进行很好的资产配置。
所有这些它都是在传统的观念下所形成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关部门、金融监管总局，我看了很多次发言，都是要打通这些大资金通向资本市场的痛点和堵点，我认为非常正确啊，非常正确。这是确保这个市场有足够的流量，没有足够的流量，市场发展不起来的。我们以前只认识到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没有意识到这个市场是需要有充分的、足够的资金流量。仅仅靠个人投资的资金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的那些大资金进入，就需要改变我们的理念。我经常会想，传统观念到现在还在。我在大学工作，我知道大学现在改革开放之后，78、79的毕业生都很有成就了，他们都在回报母校，所以各个大学都有校友基金会，都相对有钱了。但是你没有看到一所大学的校友基金会，他会投资于股票市场，他不行，他认为这是违法的，所以他们用钱就用这校友捐的原始的资金，你用它就用没了，你必须要投资要有收益啊，你用的是收益，不是用的你的本金，因为他认为这有很多的制约，按道理这个不是财政的资金，这不是财政拨款，财政拨款当然不允许，世界各国也不允许。但是校友基金会的钱投资于包括资本上在内的这些投资，我认为是正常的，但是到现在也没松开，因为他把这个市场看成极高的风险，甚至把风险妖魔化了。谁要投我就处分谁，他把这个看成一个接近为是一个非法的市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所以你看，这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对这个市场理解非常落后。大家都知道，都会说哈佛大学多少。我记得我在做自媒体第一个节目就是聊的胡适，那个时候就是早割肉早受益。我说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资本市场它是一个为企业融资服务的，是解决企业实体经济融资难，不是让金融消费者让小韭菜从里面赚钱的，是给金融消费者一个报国、一个为国做贡献的这么一个机会。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成红十字协会捐款用的，但是偏偏有很多金融消费者他跑到红十字会去捐款，完了他还要收益。你要收益，那你要合理的收益。但是他很多人指望着这个叫像炒股，想跑到资本市场实现财务自由。咱们这个节目每天一期，实际上就想唤醒这些人。这些人有的非常痴迷，有的中毒非常深，怎么喊都喊不醒。你喊他，他埋怨你，贪嗔痴一览无余。你看吴晓球这个教授说了，现在是融资市场，怎么样过渡到财富管理？资本市场功能重构，这个谈何容易，太难了。资本市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机制，每一个上市公司后面都住着一个神仙，上市就为了圈钱，人家辛辛苦苦3年5年，各种粉饰报表，各种包装，就是想到资本市场圈钱。你这回玩法变了，你说你来资本市场要赚钱，带大家一起分，赚钱了为什么带你分？这个违反人性。咱们这上市公司这些大股东上来就要把公司卖掉，这个贝莱德不已经说了吗？根本就买不完，你要再买，人家把公司全部给你。另外一个，咱们再想一想，从这个九连阳你再看一看，它是正常的一个资本市场吗？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工具，被高度控制的、操控的一个工具。所以说，如果你想玩，你要端正姿态，摆正这个位置啊，你是来做贡献的，你不是来占便宜的，对吧？你真的是为国接盘，你是来消费，10万8万的无所谓，主打一个参与。光荣自豪就完了。你比如这个九连阳，你找到了一种跟特朗普和特朗普集团对着干的这种乐趣，虽然自己没少消费，但是不要紧，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或者有你的一份。我想这胡锡进老师现在就是这个心态，其实个人账户有点缩水他无所谓，主打一个就是气死特朗普不偿命，拉个九连阳给他看一看。这胡锡进老师他发了个微博，他说特朗普突然又对中国说软话了，他能不说软话吗？你的九连阳你都能干得出来。周四他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认为我们将会与中国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他说我不希望关税继续上涨，因为到了一定程度人们就不买了。他说我可能想把价格就是关税定得很低。他还表示他将推迟 TikTok 交易，直到事情以某种方式解决为止。特朗普的最新表态与他2天前将中国称为敌对贸易国家在语气上截然不同。他的威胁遭到中国坚决抵制，他不可一世的傲慢态度在中国方向遭到挫败和羞辱。我就觉得资本市场立了大功，搞个九连阳，这就是对特朗普的最大的羞辱。你看美股像猴市一样的上蹿下跳的，
的，咱们稳步9连阳。胡锡进老师从中国商务部昨天的回应中可以看出，中美对口部门一直保持工作层沟通，但中国反对美国霸凌的态度坚定不移。中美关税战已经基本达到极致，令两国之间的大宗贸易陷入停顿。美国作为印钱大国，它面对制造大国的焦虑逐渐显现，特别是中国限制对美关键矿物出口，卡住了美国包括尖端国防工业等高科技产业的命门。特朗普的极端政策暴露出软肋，阵脚变乱，中美的僵持仍在延续中，但美国的底气破洞了，逐渐难以掩饰。就我想，按照胡锡进老师说法，美国的底气破洞了，底气的洞是怎么破的？当然是我们资本市场8连阳、9连阳刺破了特朗普的这个底气。所以一想到这儿，胡锡进老师这个账户在缩水，他感受一下就好多了。当然了，刺破特朗普底气的9根阳线，少不了胡锡进老师的一些功劳。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